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进行南北合作三读修法通过《东山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行政院表示当部被附属。美国参议院针对着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案无来通过，代表串免国会授权，会当继续主导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伫咧经典赛预赛，台湾队头一战是对着澳洲队，伫咧台湾时间早起11点开始拍，不过这场台湾是0-3输予澳洲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经典赛预赛，台湾队头一战是对着这澳洲队，伫咧台湾时间11点开始拍，不过这场呢是0-3输予澳洲队。来讲到这届呢，这第2棒李瑞手李浩宇因为受伤退出比赛，该由这未专用的张正宇来补伊的位。李浩宇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真遗憾。即马伫咧美国职业野球底特律老虎体系选手李浩宇，透早就到东京巨蛋台湾选手比赛进前的练习现场，随网检查了后，医生认定无啥问题。不过老虎球队表示决定予伊退出经典赛。访问时阵，伊的失望拢写伫咧面顶。这边的防护员有去上报嘛，然后球队可能就是以防万一这样，就是比较保护一点，自己也蛮遗憾的。讲实在，11月就开始准备到现在，然后结果就差最后一步了，就不能打了。总教练詹和区决定换人，李浩宇讲，总教练有该回实的，伊了解这个时阵应该需要较规矩的决定，所以伊家己为昨暝到今日透早，拢想尽办法甲球队沟通，想要争取继续比赛，不过拢无成功。伊相信讲，就算讲无伊，队伍的战力也是真强。其实少了我一个也不会差太多，因为我觉得中华队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大家看起来状况都很好，其实差我一个不会差多少。因来紧急赶去东京巨蛋的张正宇，透早嘛参加比赛进前的练习，就调整前先挂头盔，看寸尺敢会合。伊讲测试中昼12点半就接到通知，随坐高铁，无到4点钟就会当坐飞去东京的飞行机。伊真欢喜会当补起哩，更加希望会当上场比赛。什么事情嘛，就是随时做好准备。然后这样教练叫了，然后就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犹豫太久，就简单说啊，好，我这样可以出发，这样子，任何地方都熟，然后就是等待教练安排，也希望可以在现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这样。随望伫咧比赛进前换人，不过无影响台湾球迷支持。透早东京巨蛋的球场外口，就摆甲热肠，阁有大头家开千外班，招待所有员工来东京看球，甲台湾队応援。好运的旗啊，直直走出来，応援的声音嘛无停过。比赛就伫咧台湾时间透早11点正式开始。李浩宇退赛，敢会影响即摆队形呢？赛前总教练詹和区表示，7月才正式做出换将决定。家己甲团队嘛，因为这件代志嘛真艰苦，不过大家会斗阵拍拼，用这份力量，甲每一场比赛传好势。伊相信张正宇加入差别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今早起是对战澳洲，输予澳洲队。这第2场呢是台日大战，日本队球星大国双平伫咧比赛进前呢，特别分享对台湾的印象，讲非常敬戒台湾投手的战力。日本队呢也确定由强投3本优先先发。全队到场要练球进前，先来翕一张。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日本队球星真侪，捌伫2015年来过台湾的大国双平，高大对台湾球迷的热情，甲台湾的街路也是真有印象。面对台日大战，大国强调台湾的投手实力真坚强，对日本的进攻是大挑战。一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ファンの方々も熱狂的で、本当にみんな野球が好きなんだなっていう印象でしたし、はい、街はいつも本当に綺麗で。はい、気に入ってまた行き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はい、初戦でお互いに特に日本チームに関してはあまり硬くなることなくというか。为着确保头一战会当战赢，日本队也确定由王牌投手山本优生伫台日大战当中大胜出场。满大国展现风度甲境界，日本队总教练前端宏和坦白讲，台湾是这届4组预赛当中上强的对手，尤其前年12强赛，林玉明的投球，互日本队拍甲真艰苦，所以甲林玉明列作是最高等级的境界对象。誰が投げてくる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ど。
ぱりねプレミアでやられてた林投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ね非常に、警戒を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し、まだ NPB でもねいる投手は何人かいますんでね、その辺は警戒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除了球员展现运动精神，台湾球迷也全力来加油。运动部长李勇伫飞去东京进前，搁较去到行天宫拜拜，祈求台湾会当顺利赢球，也希望选手拢会当健康完成比赛。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今仔是对战澳洲，各地头呢有不少转播活动，其中中华县政府的转播活动呢，早起就球迷排队等要入场咯，甚至有在地业者提供美食，招大家做伙来替咱台湾队加油。业者透早就咧无用准备，甲一粒一粒的肉丸包起来，准备要送去予球迷享用。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拜是对阵澳洲，中华有业者传肉丸乌燕，要来替台湾队加油。这个一定要支持的，这是国家的荣耀啊！中华县政府今年嘛伫县府1楼大厅举办转播活动，虽然咧落雨门啊，但是也袂花球迷热情，大家风满清咧，雨伞夹咧，透早就来现场排队，等要入场看球赛。今天跟妈妈一起来，找妈妈一起来这样，妈妈也很喜欢看棒球，9点半来的这样啊，现场很多人。专程过来的，很棒很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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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啊！帮中华队加油！帮中华队加油！台湾队登上棒球国际舞台，个人拢真欢喜，嘛，搁再带动全面小棒球的热情。中华县政府表示，为拜四开始连续4天，台湾的比赛伫县府1楼大厅拢有转播活动，欢迎大家同齐来替台湾队加油。中华中华添台湾！加油加油！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立法院进前南北合作三读修法通过《东山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不过，这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讲，这3个修正案呢，严重违背宪法原则，甲司法的判决当作是无看到，袂当为着这特定的个案来检讨，决定讲全部无被复述。那南北立委就批评讲，中央造成民主退步。调野对立气氛无减，立法院顶日南北联手修法，三读通过方看作协助救国团的东山条例、中庭条款的卫星广播电视法、加关系助理费补助的立法院组织法。不过行政院指出，这3个修正案想要替特定个案解套，为新闻平道创造无合理的差别待遇，加暂领助理费，搁较歹受到贪污罪制裁，严重违背宪法原则。行政院长杜永泰决定全部拢不复述。如果说想要用不附属的方式，就来变成是未来否决代表多数民意的立法院的话，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完全凌驾立法院吗？朝野对立的加深，或者是破坏宪政体制，行政院要负完全的责任。国民党批评，民进党眼中只有顺我假枪，南亚立委指控中央和民主倒退路。立法院民众党团总召陈清良批评，行政权架空司法权也取代司法权。继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不公布不复述，调野被安怎好害？救国团窃据全台国家的财产图，光以建物来讲就几乎2万坪哈。救国团自己的党产诉讼已经在台北高院败诉，目前还在最高行政法院审理中哦。那我们立法权也不应该干预司法。民进党团员批评南北3大修正案，无着替特定团体、特定人士解套，支持正义不复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到这立法院的消息，这立法院国民党团今仔日开会讨论到这党团版本的军购特别条例。不过党中央透早呢就先开这记者会来说明因的立场，讲到爱符合台海作战需求，完成建案听书和美方同意袂互咱等3大要件。目前美方的发计数是3500亿左右。不过这国民党是强调讲，未来美国国会会通过其他发计数了后，国民党会再来支持。那民进党是何用拿赢条文会当拆开好好来讨论，说是看无国民党是伫咧反对啥。行政院提出8年1条2500亿国防特别条例，按算伫初6的立法院会，甲南北党团的版本做伙复位。不过国民党党内所表出意见无共款，为立委齐卡心的8100亿，党中央的3500亿加恩，将主席朱立伦的子弟兵提出9000亿3种版本。南亚党中央初5伫咧立法院党团大会进前，临时开记者会说明。我们反对的是缺乏保障而且有争议的商业采购的部分，譬如说拉法叶案，譬如说达正案，
它可能都是一些佣金的问题、人头公司的问题。南亚党中央提出军购3个条件，包括每一项军购武器设备爱照国防部10年兵力规划案、甲5年兵力整建案、台海作战需求，而且爱经纪建案停输，相关预算甲计算才会当启动。像是每一项武器的采购，嘛爱有美国政府的发计师，确定是美国同意的项目、规格、付钱的条件等等。虽然强调党团大会通过的版本都是国民党一致的立场，不过金额的部分，目前有美国正式的发计师就是3500亿。那个框1兆2500亿，或者框8000亿、框9000亿，那个都是框在那里。重要是美国要卖多少。这个条例，我希望变成是专门针对要买美国武器的。南亚呼吁国内家己制造应该回归年度预算，不过民进党讲总预算都还未摆入审议，搁较免讲要回应美国的期待，嘛哪像看无国民党反对的内容甲项目。精准火炮的一个建制采购，国民党认为不重要吗？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采购，难道他们认为这个不需要吗？还有台美共同去研发跟采购合作的一个装备跟系统，我们没有看到国民党针对整个军购条例来做一个回应，它其实是一种泄恨式的，全部都给你反对。民进党团指出，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上重要的目的，就是影响中国封锁台湾甲威胁。条文若要讨论，真紧就会当完成，而且会当透过协商处理，呼吁在野党莫阁拖沙，影响咱国的战略。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事影响到全世界股市，不过找国际油价有较落软，和美国4大指数拢起，这代表换美金本地是4.44加行有起一角来到31.61块。那台股呢，对拜三开始落超过1400点，不过拜四早盘就冲到34319点，起1491点，最后是收伫咧33672点，起844点，那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009块起35块。中东战事变严重，台股初市加权指数大落1494.77点，创历史上第3大股一日8点。不过，初股也因为最近的油价抢悬的记录有较小价，带动台股冲。早盘上悬一时来到34319点，大起1491点。在昨天的美股走高之后，今天亚洲股市也出现强劲的反弹，特别是这1-2天跌得最重的韩国股市的止稳，也让市场的一个信心明显的恢复。国安基金昨天也出面喊话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心理这个激励的一个效果。随着美国4大指数收盘起，刺激初股亚股对一片青笋笋变做红叽叽。如果早盘起的程度一时超过4%，韩股市搁较惊人，一时起超过11%。那台股会安尼并盘，主要是因为科技股台积电带头咧起，台积电早盘一时来到1960块，起95块。那记忆体族群也对直盘尤其的起价，亲像南亚科、华邦电甲旺宏，拢一时起停。盘面领涨的族群，当然就是以台积电为首，这些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那更重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来讲的话，月中会有 GTC 大会。那市场上来讲，对于 GTC 大会在 NVIDIA 会不会在这个会议提出让大家比较兴奋的消息，我想还是有所期待的。初市股票甲汇率拢真凄惨，不过初五是拢真足。新台币换美金对拜一到拜三连续3天计强落4.44角，即嘛总算是有回升，强要1角，一时间来到31.61块。不过中东的战事也未宣布停止，最近股票甲汇率恐惊拢会受到影响，继续震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初时表示讲，美国的舰舰呢，伫咧斯里兰卡外海甲一只伊朗的军舰结甲沉去。这斯里兰卡海军有获到上无87个人的遗体。以色列方面呢有报道指出讲，以色列军队空袭的目标是伊朗负责内部安全人员，对强硬派民兵组织巴苏杰到高阶情报官员等等。伊朗的这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放调讲要来报复。不过，即马是有风声讲呢，因为想要来和美国讲和，但是伊朗已经出面否认啦。
美国五角大厦测试公布影片显示，一架美国舰舰伫印度洋甲伊朗巡防舰艾瑞斯娜防护舰，这架军舰伫离斯里兰卡南边差不多40公里的海域沉去。有报道指出，伊朗军舰顶头有180个人，斯里兰卡海军有去甲救，互大量的遗体救60人，目前也阁有真侪人失踪。The first sinking of an enemy ship by a torpedo since World War II. They are toast, and they know it, or at least soon enough. They will know it. 这件事件发生伫美伊联军对伊朗攻击的第5天，华府官员警告，空袭真紧就会上准伊朗境内更较深远的目标。美军也对伊拉克境内挖伊朗的民兵组织发动攻击。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战机当日飞往伊朗执行任务的影片。 מטוסי קרב של חיל האוויר תקפו מתחם צבאי רחב ההיקף של המשטר במרחב הספריה שבמזרח טהרן. המתחם מורכב ממפקדות ומטות רבים. מהם פעילי המשטר ניהלו את המערכה מול ישראל, פעלו לדיכוי אזרחי איראן ולקידום מתווי טרור ברחבי העולם.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放出飞弹甲无人机发射影片，讲要报复，宣布会继续对中东各地的目标发动攻击。纽约时报报道，中东的官员甲一个西方的国家官员的消息，讲伊朗有秘密的接触美国，伊的情报部门特务已经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表示愿意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伊朗情报部门一个消息人士反驳相关的报道，讲这是咧讲白菜，而且是战争当中的心理战。川普初三捌表示，德黑兰有想要对话。 也毋过时间已经上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战争来到第5天，这美国参议院将针对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最后共和党占多数，以53对47票把这动落来。这代表讲，这美国总统选免经过国会授权的情形之下，会当继续主导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战火呢已经影响到附近的国家了。土耳其对境内遭受伊朗的飞弹威胁表示愤怒，也拿卡达也强烈谴责德黑兰想要甲附近的国家加入去战争，所以因就要随来停止报复行动。 美国参议院伫美东时间初时，针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有真激烈的辩论。民主党领袖苏密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当将美国塞入一场美国人无想要来嘛无法度解决的战争。不过共和党参议员反击，这是宪法赋予总统保护国家的责任。落尾手投票结果，共和党参议员简单一个投赞成，其他拢反对。53对47票法案互否决，确保川普伫暑期愤怒行动中指挥的空间。 Why is he plunging America head first into a war that Americans do not want and which he cannot even explain? Enough is enough.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a say. This has happened 45 in the last 47 presidencies.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2, clearly gives the president not only the right, but indeed the duty, as does his oath, to protect the United States. 外交方面，土耳其宣布，防空系统伫当地中海上空拦截一粒由伊朗发射、意图进入透过领空的弹道飞弹。飞弹碎片落入去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哈泰伊省，虽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土耳其是非常不满。随调见伊朗大使，总统艾尼德安伫甲军方食饭的时发表严正声明，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领空。 Bu sabahki olayda olduğu gibi NATO müttefiklerimizle yakın istişare içinde her türlü önlemi alıyoruz ve anında gerekli müdahalede bulunuyoruz. 中东国家对伊朗的报复行动已经渐渐失去耐性。卡达总理阿列萨尼甲伊朗外长通话时，批评德黑兰企图将邻国加入去战争，强烈要求停止攻击美军基地附近的区域。川普伫白宫甲科技业高层会面的时，对战术进度感觉真满意，甚至甲美军的表现拍出超过满分的15分。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e war front, to put it mildly, I would say. Somebody said, on a scale of 10, where would you rate it? I said about a 15.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ell.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国防部长赫吉塞斯预告，美伊两军会伫未来几天内完全掌握伊朗领空。虽然美方强调这毋是一场改变政权的战争，不过嘛承认当然密切关注伊朗内部的反政府势力，包括接触库德族的领导人。目前伊朗大道飞弹甲无人机的射击量持续降低，美军渐渐取得战场的优势。不过因为伊朗对邻国设施的报复性攻击，地区包括利雅得美赛馆、阿联饭店在内几大位民用目标受损。伫外交、军事甲法律权力的多方面效应之下，这场属实愤怒行动已经毋那是美伊两国的对抗，更真做考验北约防务稳定、有中东能源安全的关键转折。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和以色列联军攻击伊朗，无到一礼拜时间，就冲击到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全世界能源计数随来称悬，这天然气计数也冲到3年来上悬点。这个欧洲、亚洲呢，拢逼出着能源危机。发展当中的国家或者是新兴经济体南方世界，亲像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已经有几百人无电通用啊。今年63岁桑切斯最近拄啊开完刀，无法度好好行路，伊爱赶转去做饭互孙仔食，只会当车人载伊一逝，偏偏拄着大停电。经过公车站牌，大约有200多人来等车，也毋过因为欠油，公车无驶，真侪人只会当坐便车，也是想办法转去。切斯迄日，古巴西部波度规模停电，这是过去3个月来第2摆。当局表示停电原因不明，主要火力发电厂维修可能需要72点钟。古巴困境是所谓南方世界还是叫全球南方，意思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伫最近无到一礼拜所面临能源危机的缩影。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will not be able to afford this expensive cargoes, and will have to start, demand destructi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equation, and burning other kind of fuels for power. 美国以色列联军攻打伊朗所造成的中东能源冲击，已经伫亚洲甲欧洲引起一场新的能源危机。亚洲各国小侪像亚洲液化天然气的替代能源，亚洲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每100万英一单贵25.4块美金，比顶礼拜起一倍外，行情起到3年上悬。日本电力机会继续起，当今4月电力机会伫初三起33%，到1度17.0指票。I think what she's replying to is obviously non-Qatar UAE cargoes. So there will be any flexible spot cargoes you can find from the U.S. or Australia, or any Atlantic cargoes from West Africa. 像巴基斯坦就有99%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外口卡达货，卡达已经伫初二因为伊朗继续攻击停产液化天然气。另外，欧洲天然气也一直起计销为2月27，高达已经起70%，下降2023年来上悬的水准。公司新闻吴连编译。面对中东发生战争，国际原油天然气价格来抢悬，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加开大礼拜临时汇报，张国旗讲这关键关不了，会减扣税金，延长到今年9月底，会继续来推动汽油、柴油价格慢车起的机制，强调规年 CPI 控制伫咧2%以内目标无改变。中东的冲突愈来愈严重，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初三来到1桶美金83块8，短短几天内已经起超过16%。为了继续监控国际上升的情势，互各部会也当即时做出应用。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加开大礼拜临时汇报，决议关键原物料减扣税对今年3月底延长到9月底，而且继续推动油价慢车起的机制。目前国内石油也有160天通用，也毋过各界关注油价带动民生物资起价的可能性。行政院强调，确保国内物价稳定，会拼全年 CPI 控制伫2%以内的目标。另外，国内老牌子食品用油的大厂也同步互人点出，对2月底到3月初估计有起。乌俄战争它影响的说葵花油嘛，葵花油它没有也没有说涨到说很波动很大，1成就差不多了啊。沙油最近应该是没有了。业者解说，实体的食品用油敢要起价，甲原料波动是上有关系。目前实体通路也未看到起价的现象。不过学者表示，若阵战争的时间有久长，民生经济就可能受到真大的冲击。能源因为它在那个生产消费都要用到，所以它的影响就会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油跟电而已。很多产品的生产一旦是它的能源成本大幅上升，那也会影响到这些产品最后的价格。
行政院强调会继续检讨国际能源甲大宗物资的变化，必要的时会适时来调整因应的措施。不过学者提醒，能源成本有全面性的影响，若阵国际油价继续起，对制造到运输拢有可能反映伫个价效顶头，通货膨胀压力也是有变数。后手的发展也阁需要密切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前一阵仔宣布，药检减少工时无减薪水的试办计划3月开始实行。劳动部长洪新汉是认同台北市的政策，不过伊也认为讲，若阵这配套无集成，计划恐惊会停留伫个试办阶段。前几日台北市长周万安宣布推出药检减工时的试办计划，互父母会当提早1点钟下班，并且补贴薪水。自今年3月开始实施。台北市劳动局指出，目前已经有30间的事业单位提出申请，包括诊所、贸易公司、管理顾问等企业，显示未少企业愿意提供药检的家长更较侪优先的工时安排。本局每天也接获上百通的企业来电，询问计划内容、申请方式，企业也普遍反映对于这项政策很支持。针对台北市政府推出的药检减少工时计划，劳动部长洪新汉回应，中央和台北市府对政策的方向拢是同款的，不过落实关键伫咧配套。伊认为台北市府的配套若是无够完善，恐惊计划敢若会当留伫咧试办的阶段。不管是硬体的部分或软体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让企业在做这个相关托育，能够有更弹性的空间，那也有更实质的补助，也包括能够有更完整、更永续的专业上面的协助。那针对外界认为地方咧手中央的政策，洪新汉强调，药检的政策毋是比紧，应该是互相结头壳，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促成更较侪支持父母药检的方案。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3月初8就是妇女节啦，今仔有妇女团体针对工课场所的性骚扰防治发布调查结果，发现有96%的人认同公司爱重视性骚扰防治。不过，针对公司办的防治训练，却是有60%的人认为，干那做表面的无实际帮助；有5%以上认为政府处理。认为公司的处理态度甲方式无够积极，也欠专业。妇女团体是建议讲呢，这企业就要加强教育训练的品质，也要找外部专业的协助，也呼吁政府就要积极来介入。自从台湾 MeToo 事件以后，性平3法修正案施行到今已经未满2年，其中修法改上侪的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有要求主管机关建立相关规范甲指引协助企业，各自嘛有防治责任。有妇女团体针对工课场的员工进行调查，有96%的人认同公司爱重视性骚扰防治。不过，针对公司办理的防治训练，所有6%认为敢若是做表面的，无实际的帮助。他们实际反映之后，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大概将近一半的人，他们是认为公司的反应是不妥善的。比如说什么，主管职的态度消极，甚至包庇隐匿行为人。再来就是处理人员的专业度不足，未受理，处理的过程有瑕疵，忽略了被害人的需求跟他的感受。调查嘛指出，有拄长工课场性骚扰的有32.8%，这当中有5%以上认为公司处理的态度甲方式拢无够积极，嘛欠缺专业。妇女团体建议企业应当加强教育训练的品质，嘛要找外部专业的协助。那政府的部分，伊嘛呼吁积极介入辅导企业甲管市主管机关。他可能以前都不重视这个议题，然后他现在开始去调查，他是手足无措的，完全不知道如何进行他的 SOP。然后他的言行举止之间一个错误，都可能对被害者造成所谓的恶毒伤害。所以，既然他来通报的，我们就期待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介入企业，就告诉他可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目前，若是受害者拄到工课场性骚扰有通报机制，但劳动部嘛拢会定期公告申诉统计。但是妇女团体指出，确无权势性骚扰的相关数据，无通了解受害的程度。劳政单位敢需要介入处理。妇女团体建议政府各种防治的时间要如有路，才会使建立性别平权的职场环境。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高雄昨暗发生一桩交通事故，是一台运送货地登去病院的民间救护车，经过路口的时阵呢，这对向一台黑色轿车无免让，就直接撞起去，加在这救护车和人拢无代志。警方也依照这道交条例，甲这个无让救护车的驾驶呢，定好罚到3万块，而且会当吊销伊的驾照和牌照6个月。
救护车当要过路口，就互乌烧轿车撞到。高雄一只民间的救护车，测试暗时载输回地啊，经过中华一路甲民生四路的时，因为对向的轿车无让来发生车祸，民众感觉驾驶唔让的行为是真超过。上面一定是有紧急状况，那不管你自己事情多紧急，一定没有比人民重要。不管是你是汽车还是机车，都不可以去撞救护车，怎么可以？他不管上面有没有装的人，他就是急着要救人嘛。应该礼让。丰隆的救护车初五透早来到联合病院执行转移任务的时，车头还有压着的痕。根据了解，病院因为临床的需求，向关怀中心主文不是伤悲的火，委托民间的救护车去领火，不过火停的时却发生意外。加在救护车人员无安怎，火也顺利转去病院入库。城南轻轨救护车警号为立即避让之行为，依《道交条例》第45条第2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警方会按照道交条例罚轿车的驾驶，不过唔让救护车的事件是常常发生。过去有食酒醉的男性徛伫路口砸救护车，佮有救护车经过路口的时，互机车撞到。警方也提醒民众，若拄到咧做勤务的救护车，一定爱让，较免耽误救护，也危害到车顶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初4暗时呢，有民众经过西大路的时阵，发现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互人绑伫咧路边的电话条仔顶悬。这身躯边呢，有另外一个查甫一直甲伊骂，一直甲伊勒。警方到现场了后，才发现讲，互绑掉的这个女性呢，伊本身是身心障碍者，平常时是甲阿嬷带做伙。迄天因为是无乖，才互阿姑绑伫电话条仔顶悬。警方到现场是经过家属袂当不当管教，专案依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甲妨害自由罪上办。一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互人用锁啊绑伫路边的电火条，经过车叫停落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附近民众讲，甲人绑起来，甲互人绑的两人是亲情关系。喜欢常来站这电线杆那边了，站在那边了。那他帮他绑的那一个人是他亲姑姑，应该是第一次跟他绑的吧？姑姑常常射他，有的没有骂他，大小声的。警方接到通报，随到现场对家属提出警告，专按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妨害自由移送地检署侦办，刷去by通报社会处进行处理。本案系子女不听管教而遭姑姑绑在电线杆上，本所员警获报立即到场查处，并告诫家属不得不当管教。全案后续依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妨碍自由等罪，移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已经立刻派社工员前往了解、评估案家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个案的一个安全，要给予一个保障。新竹市社会处指出，互人绑的人是身心障碍者，平常时甲阿嬷阿姑带做伙。迄间技术因为无听话，才互人绑起来。刷去政府单位会派人去厝内提供相关资源甲协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查清街摆有一个毒品前科做毒品的嫌犯，伫彰化社头这废弃的街道内面做毒品，而且呢，伊就想讲呢，烧一寡粪扫擦机，这臭味会当来暗藏毒品的臭味。检警伫咧去年2月底时阵，抓到2个嫌犯含藏伫台中的金主，最近法院甲因判刑，关2年到8年6个月不等。警方入去这间铁皮厝，查到规涂骹毒品的粗皮啊，嘛抄到嫌犯藏伫规世界做毒的原料甲家私。袋子那一个，还是七龙珠，是欧北黑。警方查扣6公斤的毒品，喵喵会当分装做12万包的毒咖啡包，市值大概有6000万。另外，伫咧台中查到姓何的金主，刑事局2024年捌查到一件毒品工厂案，找到有一个做毒品的师傅。警方追查发现，捌有案底的细林的做毒师，带伊的徒弟仔伫咧彰化社头一家足偏僻的街寮做毒品，借燃烧枯木、废弃物来掩盖制毒所产生的臭味，另将制毒用具及化学原料四处分散，藏匿于机寮周边，趁228连假警力薄弱之际，制造大量毒品。警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涉林的做毒师等3个人。检方起诉了后，一审彰化地院审结，分别封判2档到8档6个月不等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
提醒观众朋友，食毒会当讲是规世人拢学有去。这句向警方掠到一个组织完整，而且是人数上介济卖毒品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工真有路，接订单送货拢有专人负责。外送员甚至呢接单来送，佫会当抽，也有这员工价咧来买这毒品，成真济少年仔来送货，拢总掠到20多人，其中就有6个是未成年。站住！站起来！警察一路对卖毒集团的送货员来到交汇地点，随出手压制掠人，果然伫车顶超出大量的毒品。高雄市刑警大队去年办几落件毒品案，发现幕后哪像有集团伫咧操作。警方经过半年的追查，发动八届敲锤，唔那前后拢总掠到20几个人，佮敲到安非他命、K 他命、强势混蛋等等的大量毒品。警方估计，干那这半年卖毒集团的不法所得超过500万。跪下！坐下，站好。警察，蹲下！这个卖毒集团分工真有路，无论是接单、派单、送柜、收钱，拢有专人负责。刑警大队表示，无论组织的规模还是人数，拢是因这几年上大件。警方强调，集团用外送员接单超过基本数，会当抽趴数的做法，甚至佫附近员工价来买毒，向少年仔来送过。伫咧20几个嫌犯内底，有6个是未成年，其中有3个都是哪趁钱哪食毒。线上客服人员。还有包含这个收取这个贩毒赃款，还有这个在组织成员间，在管理人员都有专责人员在负责。算历年来我们在查缉毒品在分工，算是组织最完整以及人员数最庞大的一个贩毒集团。卖毒集团包括姓市的主嫌在内，拢总7名嫌犯，拢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警方也提醒家长要加关心囡仔伫咧外面交朋友、甲找工课状况，唔通因为一时的无细致，就去行歹路。记者柯教主、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昨在咧花莲中的外海，有一只唔知什么款体型的品种的海翁来死亡，真大只，有15米遐尼长。这海保署和县政府协助处理了后，今仔日会由这中华鲸豚协会来协助验尸，也会确认这只海翁的品种。这只海翁的骨骼呢，也会送到台中科学博物馆。30位工作人员手举刀啊，徛伫无共的所在，忍受臭臭味，解剖这只死亡的海翁。这个的工作进度是要将骨肉分离到一个程度，这么大片的肉体，后续要安怎处理，外界是真关心。肉的部分，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价值，那就由当地的业者协助我们做海刨，所以后面蓝色桶子都是装废肉的。对，那骨骼的部分就是一样会打包再送过去。那今天应该可以完成。这只15.4公尺长的大型海翁是伫7时透早方发现掉伫中德外海的잔仔内底，因为已经无生命现象，检判早就死真侪天，目前要靠解剖来厘清死亡原因，也做 DNA 鉴定来确认物种。主要是因为它个体其实蛮烂的，所以已经打开来，大部分的组织啊都糊掉了。所以因为现在也都还在慢慢的一个一个看，对，所以还没有发现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这款的大型海翁伫台湾真罕见，所以后续的骨架会送到台中科博馆做研究。官府农业处甲中华鲸豚协会也提醒民众，这段处理期间，请民众莫到现场看，较免影响到作业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这新明市场大楼，红鉴定是海沙处结构安全引起记录。市政府拍算要甲拆掉伫咧原地登记，已经完成设计和规划决标。未来会打造全台湾头一座结合着传统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市场共生建筑。旧楼仔厝徛伫中立区明德路民权路的新明公有线卖市场大楼，自1990年起好使用到今，已经36栋。2012年鉴定是海沙厝，今年阁发现大楼结构恶化，有安全的问题。改建好啊？怎么说？因为这个一地震都叮叮咣咣，好大声哦，很吓人哦。市府说要改建成市场共生社宅，你觉得怎么样？很好，人才会比较多啊。你为什么觉得应该要改建？发展啊，凌乱啊，不集中啊，对不对？所以做生意也难做啊。你觉得这里啊，改建成那个市场跟社宅一起，怎么样？你看这个就是这种好像蛋黄区一样。所以你楼上住家的话，这个地方可能
人口也多了，市场就会热闹起来了。被鉴定做海沙厝的新明市场大楼，结果安全是真让人烦恼。市府决定要伫原本的所在登记，按算明年动工，后续按打造全台头一个结合传统市场甲社会主体的市场共生建筑，总经费超过17亿。市府呢，在现况的广明2停车场寻觅到了一块土地，然后来做我们安置基地。目前的调查结果呢，新民市场原本的摊商大概有43摊。会迁入将来的新民中继商场。经发局表示，海沙市场改建会采取先起后贴的原则，保障贩仔的权益。登记后，楼卡是新形态传统市场，楼顶是规划大约140户社会主体，佮引入长照、公共托育、新种就业、劳资争议调解等公共服务的机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这几年正在推动这污水地下系统和水资中心。根据着这县政府的规划呢，有头城、大溪、南澳、三星等7段系统。不过，这头城系统推动进度上阶班，到大拢无消无息。地方也认为讲，当地观光快速发展，外来人口也愈来愈多，污水系统有必要赶紧来做。宜兰头城外二沙坡，若到热人，就吸引真侪人来冲饮。这几冬边仔的饭店一直咧建设，观光发展真紧，外来人口嘛愈来愈多。不过头城镇到当拢无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人家的污水敢来当排放到福德坑溪。福德坑溪两边岸边有农民咧种植，在地面上讲，若毋是雨水期，就会发生长流无水的状况。那前阵落几家溪水就真大。你。迄边遐，你搭迄边边啊遐，也袂排落，也袂做咧。地方烦恼，若大量污水继续一直排放去福德坑溪，会冲击当地环境。希望公部门加速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统，因为县府规划建置宜兰头城、大溪、南澳3市等7大污水系统，其中头城上慢，到当还袂办理。那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的状况可以加速啦，因为县政府目前看来，其实在头城污水下水道的部分的规划，大概它的进度期程要到116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进度。中央核定之后，我们会接续提送推动计划跟我们的实施计划，让中央尽快核定。县府规划7道系统若建置完成，县内污水下水道普遍率会对36%提悬到60%。县府表示，进度上慢的头城系统，中央要求发展计划已经送出去，核定了后，希望2冬内就会当开始办理。县府会随时准备好来加速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当咧推动有机稻作，并用农药照顾鱼仔，不过也真开时间甲开成本。即摆有利用一种纸膜，挺好伫咧布产了后，防止杂草发出来。不过，这款的纸膜1公斤呢，就要开36000，希望农粮署会当来补助。春天，东部的有机农民豆豆咧播稻仔，刷落来照顾稻仔栽，就搁请工人来除草，因为杂草会生虫生菌，互稻仔破病。即摆有一种放伫个播稻仔机顶悬，会再生纸膜，播稻仔顺续嵌伫土顶，莫互发草，会当减少8成以上的杂草发出来。各省人工，台东区农业改良场今年伫全国地区的稻产示范推广，伫播稻仔机顶悬装再生纸膜，对稻仔栽做伙插入去土地。可能做有机的会不错了，哎呀，成功了。台东农改场表示，即马农村欠工，这种新技术会当省去每公顷请30人工，大约6万块的人工除草费用，佫会当增加将近2倍的产量，嘛会当减碳。不过每公顷爱开36000买纸膜加布稻仔机，农民希望费用会当佫再降低。成本要尽量降低了。我们纸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手段，它可以让你维持收入的那个来源，然后一边控制杂草。台东农改场表示，这项技术上大的效益就是用纸代替药啊，用机械代替人。未来看敢会当佫争取农粮署的补助，提供佫较侪农民用这种技术，进出佫较侪有机好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咱台湾，逐年有45万名女性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除了传统手术和药物治疗以外，上界新的口服药临床试验显示，食4礼拜就当减少60%过输出血量。目前药还阁是自费的，不过也是一种治疗选项。
画面内底这个蔡小姐衫是穿人人，甲腹肚砍掉的，因为伊腹肚内底有一粒12.5公分的子宫肌瘤，所以看到腹肚痛也不哩啊大，互伊拢唔敢穿较下舒或者是较暗的衫。唔但安尼，平常时伊的生活嘛，因为子宫肌瘤有袂少困扰。经血的时间变得蛮长的，原本可能4、5天，现在大概8天，有时候会到8、9天。那就滴滴答答蛮久的，那再主要是因为它蛮大的，所以会导致我的下腹部其实蛮大的。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45万人因为子宫肌瘤相关的症状去互医生看，不过真侪患者因为烦恼手术了后，体内组织黏条咧，影响未来生囝的计划，或者是也有反苦的风险，所以选择忍耐过日。不过医师提醒，子宫肌瘤若是长期有在于起无咧药医，也是会影响健康。经血过多，那可能就容易导致严重的贫血，那可能对于我们全身女性的这个器官，特别是心脏会比较有影响，那可能容易造成心衰竭。除了传统的手术甲药仔，即摆有新一代用食的药仔，会当直接阻断脑下垂体，释放促性腺激素，让子宫肌瘤莫阁愈大粒。这甲过去现在看到的促进剂来比，上大的差别是，就算雄雄变化的时阵，嘛会当来使用。新的抑制剂的好处是，它直接就给你踩刹车，所以就可以让肌瘤的缩减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尤其在急性出血的时候会比较好用。因为急性出血的时候，如果还给它促进剂，那可能会导致那个出血会变得更严重。不过，这种新的药仔目前是自费的项目，医生提醒，并无上好的手术或者是药仔，敢若有上适合家己的方案。上介重要的是定期爱互医生看甲追踪，甲医师讨论上介符合需求的治疗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卫生部预告上届新的特工饮食指南，建议这水爱加啉挂，也那牛奶类的物件就要减少。是考虑到国内民众有真侪人有零糖不耐症的问题，会当透过别项物件来补钙。也那其他类的食品上限的食物量也拢有调悬。国健署是表示讲，毋是鼓励民众食较济，是鼓励大家爱照需求用保护价。烧烫烫的米，佮甲了排起哩。透早民众排队买早顿，除了饭圆，有足侪人会另外加200折。那早上就是蛋一定是有啦，或者吐司啦，或者是麦片之类。淀粉类可能会少一点，对，然后菜尽量多一点。卫福部定期检视咱台湾人每日饮食指南，2026年上新的版本出炉，甲2018年版本比起来，6大类食物当中，乳制品逐工建议量为1.5杯，降落去1杯，主要是因为真侪台湾人拢有乳糖不耐症，会当用其他多元食物来摄取钙质，也若其他穀物、杂粮类等等5大类，建议上限嘛调起哩，以200折做例，摄取量是3到13分。考量到说不同族群它可能能量的这个需求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能量需求扩大，那我们增加到3500大卡，提供民众这个能够弹性运用，并非鼓励的这个过量的摄取的部分。国健署即摆嘛依照无共年龄甲性别定出无共的水分摄取量建议，成年的男性逐工啉水量爱到2400cc， 若是加入食物当中的水分爱到3200cc。临床医师提醒，若是长期啉水无够，恐惊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缺水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变得很浓稠，我们的循环会变差，更严重的缺水甚至会导致血压降低，甚至造成休克都有可能。不一个医生嘛提醒，若是已经有心脏还是腰子疾病的患者，可能会让水分无法度顺利排出去，就袂当用同款的标准来啉水，要是要咨询专业人士。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今仔日有一场2026世界机关王竞赛，伫咧屏东的初赛呢，吸引56间学校上1000名学生参加。透过这机关的设计、机器人任务，抑个创意插架架等等的题目，那考验着学生的科学知识，抑个解决问题能力。各式学生拼速度，用手铃甲车射出去，甲叉甲载互对面的同学。2026世界机关王竞赛伫屏东体育馆举办初赛，有56间学校430队，总共1108名学生报名参加。现场学生拢足认真调整家己的机器人，有的和同学讨论，希望上场会当摕到好成绩。嘛有学生囡仔讲尽力就好，顺其自然。老师说后面还要教我们裁条。目前还顺利吗？不太顺利，就很紧张，因为第一次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比赛规则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机器会不会在
在那个比赛中然后出问题这样，就保持开心的心情，然后去面对挑战就好了。我们不管输赢。现场的选手骹手扭抓，有的人设计机关，有的操作机器人。学生囡仔互相加油，发挥家己的创意，百款的装置轮流架场，互规个体育馆内底充满科技能力、甲团队合作的气氛。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操作型的那个比赛啊或者活动，他们都蛮乐于参与的。那有别于那个课堂里面的那个比较死板的教学啊，其实透过机关网的这一类社团的那个参与，对小朋友的整体发展有蛮多注意的。县府教育处表示，透过机关网竞赛，唔但培养学生科技素养，佫会当训练团体合作、解决问题。初赛若赢的队，就有机会代表屏东进入全国比赛，未来嘛有机会去泰国参加世界赛，替台湾争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要爱纪灵兰，这丹麦人为了要展现因保卫国家的决心，这国家银行发行新的金额啊，特别甲纪灵兰岛也有法罗群岛的象征，也就是这北极熊和山羊的多样放大。丹麦国家银行的首席出达展示新发行的5种不同款的金额啊，为1克人、2克人到20克人，特别是10到20克人并且新金额啊，正面是国王弗瑞德克10世雕像，反面是新设计的皇家徽章，象征格陵兰的北极熊，甲法罗群岛的代表山羊，在受分界图内底，占岛边下骹，正边景观的2个位。Altså, vi valgte jo at bruge det nye kongevåben på de nye mønter, primært som følge af, at det er den her relevans til den siddende regent. Men vi synes jo også, det er fint, at når nu det er mønter, der også bruges i hele rigsfællesskabet, altså både på Færøerne og i Grønland, så synes vi også, det er rigtig fint, at der ved at bruge kongevåbnet også er kommet motiver, der er direkte knyttet til de 2 områder på de nye mønter.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2014年，家己退位交予王储弗瑞德克去年初方式公布的新版徽章，都故意放大羊甲北极熊的图案。迄时阵外界解读是为强调对2大离岛的主权。Det er rigtigt. På den tredje firkant her, der er det grønlandske våbenskjold på. Det er faktisk ikke første gang, der er grønlandske motiver på de danske mønter. Det var der også på de mønter med dronning Margrethe II. Og hendes kongevåben havde også det grønlandske motiv på sig, dog knyttet sammen med det færøske. Da kongehuset etablerede et nyt kongevåben, besluttede man sig for at dele det i 2, så Færøerne fik en selvstændig plads, og Grønland fik en selvstændig plads. 美国总统川普电话被讲了后，佮用中国 Russia 军事威胁做理由，是要吞丹麦格陵兰岛自治区。虽然即马美国丹麦格陵兰3边就北极航线战略要地展开新的会谈，危机暂时解除。不过，丹麦当局依然透过新的金额的图案，展现因对领土主权甲历史的坚持。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呢是24节开的这个耕地，耕地的意思就是讲单春雷。不过气象署表示讲，今年春雷有较早顶礼拜就单过啊。俗语讲未到耕地单雷的49日乌。最近天气变化较无稳定，敢是含这俗语对呢？咱会当继续来观察。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古早人讲未耕地单雷的49日乌。意思是讲，若伫耕地进前就单春雷，刷落来一阵仔天气拢会较无好。拜四是耕地，照理讲会单春雷，但是气象署表示，顶礼拜就已经先淡过春雷啊。其实我们的第一波春雷在上礼拜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发生过，发生在我们的宜兰花莲交界这个地方。那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在金马地区，在上礼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零星的雷，不过其实没有被观测到。那最近的环境其实还蛮适合有雷发展的，那尤其在我们的海面的部分。气象署讲，拜四下晡，华南风河区会渐渐离开台湾。各地落雨的情形会较短雨，温度小可回温。不过拜五和后礼拜一、拜二，阁会有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北部和东半部较会落雨，温度也会较低。若升直以南，是好天为主，早暗的温差较大。
受到东北季风或有时候比较偏东风的环境的影响之下，比较容易下雨区域都是在比较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时候水汽比较偏多，包含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甚至在中南部山区下雨的情况相对是比较明显，温度相对比较偏低的时间落在周六这段时间，温度在北东相对比较偏凉，高温大概落在只有16到20度左右的感觉。气象署提醒，未来一礼拜天气北部和东部温度变化较紧，南部是早暗温差大，民众衫要穿好少。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海边仔影会较大，风嘛较透。比起海边仔的民众爱细腻，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下晡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8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1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